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讲，把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列作濒危世界遗产哦。因认为讲，因为气候变迁、过度旅游等因素，威尼斯目前是面对过度风破坏的风险。威尼斯过度旅游早已经不是新闻，有零条三星的粪扫量一直拢无减少，水上活动伤济造成的污染度来10年无看到改善，这无法度转变的破坏风险。当时，这个自198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圣地，变作建议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的主要原因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，因为人类介入，包括一直开发气候变迁甲大规模旅游的影响，可能对遗产寄出的普世价值造成无法度反转的改变。相关问题已经清楚化，造成国有特色特质恶化。经过包括高层建筑物在内的开发计划，可能产生严重负面视觉冲击。高补充伫人为甲自然变迁复合影响之下，当造成建筑物结构甲市区的恶化甲破坏。威尼斯2021年迈被国方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名单的命运。报告指出，意大利当局伫解决这寡问题方面欠重大进展，佮因为欠整体联合战略环境，煞进一步受到阻碍。相关建议会伫9月伫里亚德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。威尼斯市府表示，会详细读建议，佮加中央讨论。公司新闻黄文林编译。